喺公元570年，穆罕默德喺麥加出世。嗰個年代嘅阿拉伯半島，大部分人都係拜偶像嘅多神教徒，各個部落之間為咗爭奪水源同埋利益，經常互相殘殺。但係同時，半島上面亦都有猶太人同基督徒喺度生活，佢哋帶來咗一神教嘅觀念。根據伊斯蘭歷史記載，穆罕默德大約喺12歲嗰陣，跟住佢阿叔去敘利亞做生意，途中遇到一個叫做巴希拉嘅基督教修士。呢個修士睇到穆罕默德身上有與眾不同嘅特質，甚至認出佢有古代經典預言嘅先知印記，於是就叫佢阿叔好好保護呢個細路，因為佢將來會有好大嘅成就，亦都會面臨好大嘅危險。呢個故事無論你當係傳說定係歷史，都反映咗一個好重要嘅信息。伊斯蘭教從一開始就冇將基督教視為完全對立嘅敵人，反而係有一種互相印證嘅微妙關係。早喺穆罕默德成為先知之前，佢已經同基督徒有過充滿善意嘅接觸。到咗穆罕默德40歲嗰年，亦即係公元610年，佢喺麥加郊外嘅希拉山洞冥想嗰陣，第一次接收到真主嘅啟示。當時佢非常之震驚同埋驚恐，全身發震，根本唔知自己到底經歷咗啲咩。返到屋企之後，佢老婆赫蒂切為咗安撫佢，就帶佢去見自己嘅堂哥馬拉格。呢個亞拉格係一個精通希伯來文嘅基督教學者，佢聽完穆罕默德嘅經歷之後，毫不猶豫咁同佢講，呢個就係當年降臨喺摩西身上嘅同一個啟示，確認咗穆罕默德先知嘅身份，並且警告佢將來會被自己嘅族人驅逐。大家諗下，伊斯蘭教先知第一次得到身份上嘅確認，竟然係出自一個基督徒學者嘅口，呢一點喺宗教歷史上係非常之震撼嘅。呢個亦都定調咗早期穆斯林對基督徒嘅態度係充滿尊重同埋親切感。亞拉格嘅認可俾咗穆罕默德極大嘅心理支持，令佢明白到自己並唔係孤立無援，而係繼承緊一個源遠流長嘅一神教神聖傳統。跟住落嚟嘅日子，穆罕默德喺麥加公開傳教，呼籲大家放棄偶像崇拜，信仰唯一嘅真主。呢個舉動嚴重觸犯咗麥加多神教權貴嘅利益，因為麥加當時係阿拉伯半島嘅朝聖中心，靠偶像崇拜賺取大量財富。於是早期嘅穆斯林受到咗強烈嘅迫害，有啲被嚴刑拷打，有啲甚至被殘忍殺害。去到公元615年，有部分穆斯林真係頂唔順，生命受到極大威脅。穆罕默德就做咗一個影響深遠嘅決定，佢叫呢批信徒逃亡去阿比西尼亞，即係今日嘅埃塞俄比亞。點解要去嗰度？因為穆罕默德同佢哋講，嗰度係一個基督教國家，由一個公義嘅基督教國王統治，喺佢嘅領土上面冇人會受到壓迫。大家可以睇到喺伊斯蘭教最脆弱、最危險嘅時期，穆罕默德對基督徒係充滿信任嘅。穆斯林難民去到阿比西尼亞之後，麥加嘅追兵亦都帶住重金禮物追到，要求國王交出呢班叛徒。當時穆斯林嘅代表賈法爾喺國王面前並冇掩飾自己嘅信仰，反而朗讀咗古蘭經入面關於瑪利亞同耶穌嘅經文。古蘭經裏面有一整章係以瑪利亞命名，高度讚揚佢嘅純潔同埋耶穌嘅奇蹟。基督教國王聽完之後感動到流眼淚，連佢身邊嘅主教都深受觸動。國王執起地下嘅一條樹枝，講我哋嘅信仰同你哋嘅信仰之間嘅差別就唔超過呢條樹枝咁多。於是佢堅決拒絕咗麥加人嘅要求，為穆斯林提供咗政治庇護。呢個歷史事件清楚咁話俾我哋知，早期穆斯林同基督徒之間係有一種基於對真主信仰嘅深厚共鳴。呢份恩情，穆罕默德記足一世。後來當呢位阿比西尼亞國王過身嘅時候，穆罕默德甚至親自帶領穆斯林喺麥地那為佢進行咗缺席嘅殯禮祈禱。呢個係伊斯蘭歷史上極其罕見嘅殊榮。講到呢度，我哋不妨再睇下古蘭經本身。好多人以為古蘭經係排斥其他宗教，但其實書入面有一個專有名詞去稱呼猶太人同基督徒，叫做有經人，意思即係曾經接受過真主經典嘅人。喺伊斯蘭教嘅神學體系入面，穆斯林相信猶太教嘅摩西五經同埋基督教嘅福音書原本都係來自同一個造物主嘅啟示。穆罕默德從來冇話自己係創立一個全新嘅宗教，佢強調嘅係佢只係延續同埋恢復亞伯拉罕、摩西、耶穌以嚟嘅一神教傳統。古蘭經入面有好多經文都對有經人表達咗極大嘅包容。例如經文講過，無論係穆斯林、猶太教徒定係基督徒，只要佢哋信仰真主同埋末日，並且行善，佢哋都會得到真主嘅報酬，唔需要恐懼，亦唔會憂愁。呢種對其他信仰體系嘅認可，喺排他性極強嘅古代中世紀宗教世界入面係非常之前衛嘅，甚至喺生活細節上，伊斯蘭教法亦都特別優待有經人。
古蘭經明確規定，穆斯林係可以食猶太人同基督徒所宰殺嘅肉類，穆斯林男人亦都可以合法地娶猶太教或者基督教嘅女人做老婆。而呢啲非穆斯林妻子係有權保留自己嘅信仰，佢哋嘅丈夫絕對唔可以強迫佢哋改信伊斯蘭教。大家試諗下，如果一個宗教真係教人去仇恨另一個宗教，點會允許自己嘅信徒同對方結婚、建立家庭、一齊瞓喺同一張床，甚至將教養下一代嘅責任交俾一個非穆斯林母親？呢啲規定正正反映咗穆罕默德喺日常生活入面係好積極咁推動同基督徒、猶太人和平共處。大家係屬於同一個更大嘅信仰大家庭。穆罕默德自己其中一位妻子沙菲亞就係擁有猶太血統嘅。有一次，沙菲亞因為自己嘅猶太出身被其他妻子嘲笑，佢好傷心咁去穆罕默德喊。穆罕默德不但冇跟住一齊排斥佢，反而教佢點樣反擊。穆罕默德同佢講：你應該同佢哋講，你嘅祖先係先知亞倫，你嘅阿叔係先知摩西，你嘅老公係先知穆罕默德，你哋有咩資格睇小我？呢個小故事充分展現咗穆罕默德對猶太先知嘅極度尊崇，同埋對猶太血統妻子嘅維護。講到呢度，一定有人會問：既然係咁點解後來穆罕默德會同麥地那嘅猶太人發生咁嚴重嘅流血衝突呢？呢個就係好多現代人對歷史產生誤解嘅重災區。我哋必須將時間推移到公元622年，穆罕默德同佢嘅追隨者因為喺麥加受到長達10幾年嘅殘酷迫害，甚至面臨暗殺，最後決定遷徙去麥地那。呢一年亦都成為咗伊斯蘭曆法嘅元年。當時嘅麥地那係一個多民族、多宗教聚居嘅綠洲城市，入面有幾個好強大、掌握住經濟命脈同埋軍事力量嘅猶太部落。穆罕默德去到之後，第一件做嘅大事唔係強迫所有人信伊斯蘭教，而係展現咗驚人嘅政治智慧。佢同當地所有部落，包括穆斯林、多神教徒同埋猶太人，簽訂咗一份非常著名嘅歷史文獻，叫做《麥地那憲章》。呢份憲章可以話係人類歷史上最早嘅成文憲法之一，亦係不同宗教和平共處嘅藍圖。憲章入面白紙黑字寫明，猶太人同穆斯林組成一個共同體，猶太人可以保留佢哋嘅宗教信仰同埋財產，穆斯林亦有穆斯林嘅宗教信仰，大家平時各自生活，互不干涉內政。但係如果麥地那受到外敵入侵，所有人無論宗教信仰係咩，都要共同出資、共同出兵保衛家園。呢份憲章徹底打破咗當時阿拉伯半島以血緣同宗族為唯一紐帶嘅傳統，建立咗一個基於契約精神同埋公民責任嘅社會。從呢度我哋可以清楚見到，穆罕默德一開始對待猶太人嘅態度係完全平等、合作，甚至視為國家級盟友嘅。如果佢真係一個反猶太主義者，一開始就根本唔會同猶太人簽訂咁公平嘅防禦條約。但係歷史嘅發展往往充滿住現實政治嘅殘酷。穆斯林喺麥地那立足之後，麥加嘅多神教徒並冇放過佢哋，雙方爆發咗幾次大型嘅生死戰爭，包括白德爾戰役、伍侯德戰役同埋壕溝戰役。喺呢啲穆斯林面臨滅教危機、生死存亡嘅關頭，麥地那入面嘅3個主要猶太部落先後違反咗麥地那憲章嘅盟約。首先係蓋努亞部落，佢哋喺市集入面公然侮辱穆斯林婦女，挑起流血衝突，嚴重破壞社會秩序。跟住係納迪爾部落，佢哋竟然暗中策劃，企圖喺穆罕默德去佢哋領地談判嘅時候，從屋頂推低巨石將佢暗殺。最嚴重嘅一次係喺壕溝戰役入面，當時1萬名麥加聯軍將麥地那團團包圍，穆斯林處於極度劣勢。喺呢個腹背受敵嘅最危急關頭，古萊澤猶太部落竟然決定撕毀盟約，同城外嘅敵人裡應外合，企圖將穆斯林徹底消滅。面對呢啲極度危險嘅叛國行為，穆罕默德被迫採取強硬手段。前2個部落被驅逐出麥地那，而最後一個參與叛亂嘅古萊澤部落喺戰敗投降之後，穆罕默德並冇親自審判佢哋，而係交俾咗一位猶太部落以前嘅阿拉伯盟友薩德去進行裁決。結果薩德根據猶太教《申命記》入面關於叛國罪嘅律法，判處咗該部落所有參與戰鬥嘅成年男子死刑。呢啲歷史事件喺今日睇返可能會覺得好血腥，但係我哋必須要放返喺當時7世紀嘅殘酷戰爭背景同埋部落法則去理解。穆罕默德對付呢啲猶太部落，原因絕對唔係因為佢哋嘅宗教信仰係猶太教，而係因為佢哋犯咗最高級別嘅軍事叛國罪同埋撕毀盟約，威脅到整個麥地那政權嘅生存。事實上，當時麥地那周邊仲有其他冇參與叛亂嘅猶太人，佢哋一直安全咁生活落去。穆罕默德並冇對佢哋進行任何宗教清洗。
古蘭經亦都明確規定宗教無強迫，信仰係個人自由，所以將呢段歷史簡化為伊斯蘭教迫害猶太人係一種嚴重嘅歷史錯位同埋別有用心嘅斷章取義。穆罕默德處罰嘅係軍事叛徒，而唔係猶太教徒。直到穆罕默德過身嗰陣，佢嘅一件珍貴盔甲仲抵押緊喺一個猶太商人嗰度，用嚟換取30升嘅大麥俾屋企人食。呢個咁生活化嘅細節，往往俾好多歷史學家忽略，但係佢強而有力咁證明咗穆罕默德到死嗰一刻，都係同猶太鄰居保持住正常和平嘅平民交往。如果佢真係主張消滅所有猶太人，點可能自己嘅軍事裝備會喺一個猶太人手上，而自己又要同猶太人買糧食？為咗進一步證明穆罕默德對待其他宗教嘅寬容態度，我哋可以睇下公元631年發生嘅另一件大事。嗰年，嚟自半島南部納桂蘭地區嘅一個由60位基督教、主教同埋神職人員組成嘅龐大代表團，去到麥地那見穆罕默德。雙方喺穆罕默德嘅清真寺入面進行咗幾日嘅宗教辯論，討論耶穌嘅神性、三位一體等核心神學問題。雖然大家最後喺教義上始終無法達成共識，因為伊斯蘭教堅持絕對嘅一神論，但最令人動容嘅一幕發生咗。當基督徒嘅祈禱時間到咗嘅時候，呢班基督徒準備去清真寺外面祈禱，但穆罕默德竟然阻止咗佢哋，並且允許呢班基督徒喺佢嘅清真寺入面面向東方進行基督教嘅禮拜。大家想象下個畫面，喺宗教排他性極強嘅古代世界，伊斯蘭教嘅先知竟然容許基督徒喺伊斯蘭教最神聖嘅清真寺入面進行敬拜耶穌嘅儀式。呢個舉動所展現出嚟嘅包容度，就算擺喺今日標榜信仰自由嘅21世紀，都足以令好多宗教領袖汗顏。辯論結束之後，穆罕默德同納桂蘭嘅基督徒簽訂咗一份和平條約，條約保證基督徒嘅生命、財產、土地同埋教堂都會受到穆斯林政府嘅保護，冇任何一個主教或者神父會被免職，佢哋嘅教堂絕對唔會被拆毀，亦唔會被改建做清真寺。佢哋嘅宗教信仰絕對唔會受到干涉，代價只係佢哋需要繳納一種叫做吉茲亞嘅人頭稅。好多現代人誤解呢種稅係對異教徒嘅壓迫，但其實喺當時嘅社會制度下，呢種稅收等同於免役稅。因為伊斯蘭教法規定，只有穆斯林先至有義務加入軍隊為國家打仗，非穆斯林係唔需要服兵役嘅，所以佢哋交稅嚟換取國家嘅國防保護同埋社會福利。同時，穆斯林自己亦都要交一種叫做天課嘅宗教稅，而且天課嘅比例好多時比吉茲亞仲要高。如果穆斯林唔交天課，係會受到嚴厲懲罰㗎。如果有非穆斯林自願參軍，或者因為年老、殘疾而失去工作能力，佢哋不但唔需要交吉茲亞，反而可以由國庫嗰度攞到生活津貼。呢份條約成為咗日後伊斯蘭帝國統治龐大非穆斯林人口嘅重要法律基礎，展現咗一種非常成熟同埋文明嘅宗教共存模式。喺處理同鄰國關係嘅時候，穆罕默德同樣展現出對基督徒嘅尊重。當時世界兩大帝國係信奉基督教嘅拜占庭帝國同埋信奉拜火教嘅波斯薩珊帝國。穆罕默德曾經寫信俾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信入面嘅語氣非常之客氣同埋尊重。佢引用咗古蘭經嘅經文，同皇帝講：有經人啊，請你哋嚟共同遵守我哋雙方之間公平嘅一句話，我哋大家只崇拜真主，唔以任何物配主，亦唔將真主以外嘅人當做神明。呢種對話方式唔係高高在上嘅威脅，而係基於雙方共同嘅一神教基礎，尋求對話同埋和平。雖然最後因為地緣政治嘅衝突，阿拉伯帝國同拜占庭帝國發生咗戰爭，但係伊斯蘭軍隊喺出征嘅時候，穆罕默德同第一任哈里發阿布巴克爾都有嚴格嘅軍事規定，絕對唔可以殺害老人、婦女同埋小童，唔可以斬伐果樹，唔可以破壞農田，更加唔可以傷害喺修道院入面隱修嘅基督教修士。呢啲軍事規則喺當時動輒屠城嘅中世紀，簡直係人道主義嘅奇蹟。直到公元632年，穆罕默德以62歲之齡歸真，喺佢臨終前嘅最後一次朝傳，發表咗著名嘅辭朝演說。喺嗰次演說入面，佢對住成千上萬嘅群眾講：每一條人命、每一份財產都係神聖不可侵犯嘅。佢呼籲大家要放下仇恨，要互相尊重，要善待婦女。佢留俾後世嘅，並唔係一個要消滅異教徒嘅好戰指令，而係一個建立喺敬畏真主同埋契約精神之上嘅社會規範。佢曾經講過一句好重嘅說話，用以保護國內嘅少數宗教群體。
佢話邊個如果欺壓同穆斯林簽訂咗和平條約嘅非穆斯林，或者削減佢哋嘅權利，或者強迫佢哋做超出能力範圍嘅事，或者未經佢哋同意就攞走佢哋嘅財物，喺復活日嗰日，我將會親自為呢個非穆斯林討回公道，做佢嘅辯護人。大家試諗下，一個宗教嘅創始人竟然發誓要喺末日審判嘅最重要時刻，企喺異教徒嗰邊去對抗自己嘅信徒。呢種對公義同埋包容嘅執着，足以打破今日網絡上無數嘅謠言同抹黑。穆罕默德過身之後，佢嘅繼承者亦都將呢種包容嘅政策延續落去。第二任哈里發歐默爾喺公元638年進入耶路撒冷嗰陣，佢冇好似之前佔領呢個城市嘅羅馬人或者十字軍咁大開殺戒，反而係同當地嘅基督教大主教簽訂咗著名嘅歐默爾和約。呢份和約保證咗基督徒嘅教堂唔會被拆毀，十字架唔會被侮辱，甚至為咗避免日後嘅穆斯林以哈里發曾經喺度祈禱為藉口去霸佔教堂，歐默爾特登拒絕咗喺聖墓教堂入面祈禱，而係行出教堂外面嘅空地做禮拜。呢種高度嘅政治智慧同埋對其他宗教神聖空間嘅尊重，完全係源自穆罕默德當年喺麥地那對待納桂蘭基督徒嘅新教。同時，歐默爾仲做咗一個好破格嘅決定，就係允許猶太人重新返去耶路撒冷生活。因為喺羅馬帝國統治時期，猶太人係被驅逐出耶路撒冷超過500年，係穆斯林嘅到來，令到猶太人可以再次喺佢哋嘅聖城定居。穆斯林甚至幫猶太人清理被垃圾堆滿嘅聖殿山。呢段歷史同今日我哋睇到嘅巴以衝突，形成咗一個極其諷刺嘅強烈對比。其實要明白古蘭經點樣定性同基督徒以及猶太人嘅關係，我哋亦都要明白當時阿拉伯半島嘅語境。古蘭經入面有時的確會出現一啲對猶太人或者基督徒嚴厲批評嘅經文，例如批評佢哋修改經典，或者偏離咗最初嘅一神教教義，甚至批評某啲猶太人放高利貸、剝削平民。呢啲經文經常被現代嘅極端分子或者反伊斯蘭嘅人士斷章取義，用嚟證明伊斯蘭教具有攻擊性。但係如果我哋將呢啲經文擺返入原本嘅歷史脈絡，就會發現呢啲批評本質上係屬於神學內部嘅爭論同埋道德上嘅規勸，就等同於舊約聖經入面猶太先知對以色列人墮落嘅嚴厲責備，或者耶穌喺聖殿入面推翻兌換銀錢之人嘅台一樣。古蘭經嘅批評係針對特定嘅行為同埋神學偏差，而唔係針對佢哋嘅血統或者生存權利。伊斯蘭教法規定得好清楚，神學上嘅分歧只能夠留待真主喺末日審判嘅時候去裁決。人類喺現世係冇權因為宗教信仰唔同而去剝奪他人嘅生命或者財產。我哋再放眼去睇下，由穆罕默德奠定嘅呢種多元共存模式，點樣影響咗之後1000幾年嘅人類文明。當歐洲處於中世紀黑暗時期，宗教裁判所到處搜捕異端，甚至大規模迫害猶太人嘅時候，伊斯蘭世界嘅安達盧西亞，即係今日嘅西班牙南部，正正上演緊人類歷史上最輝煌嘅文明交融。穆斯林、猶太人同基督徒喺嗰度一齊翻譯古希臘嘅哲學著作，一齊研究天文學、醫學同數學。當時猶太人喺伊斯蘭統治下，迎來咗佢哋嘅黃金時代，猶太文化百花齊放。著名嘅猶太哲學家邁蒙尼德因為喺歐洲受到迫害而逃亡到伊斯蘭世界，最後甚至擔任咗穆斯林統治者薩拉丁嘅御醫。呢一切嘅繁榮追本溯源，都係建基於穆罕默德當年喺麥地那憲章入面確立嗰種包容有驚人嘅法理基礎。試諗下，如果伊斯蘭教嘅基因裏面真係充滿住對基督徒同猶太人嘅仇恨，呢段長達幾百年嘅黃金時代根本就冇可能存在。好不幸地，我哋今日嘅認知好多時會被眼前短暫嘅現象所蒙蔽。由20世紀開始，中東經歷咗奧斯曼帝國嘅解體、西方列強嘅殖民統治、2次世界大戰嘅洗牌以及冷戰嘅博弈。英國同法國當年簽訂嘅塞克斯皮科協定喺中東地圖上面隨便畫咗幾條線，強行分割咗唔同嘅民族。跟住英國又發表貝爾福宣言，喺阿拉伯人嘅土地上面應承猶太人建國。種種複雜嘅政治、經濟同埋地緣戰略因素，將呢片土地撕裂得體無完膚。為咗爭奪土地同權力，唔同嘅政治勢力開始將宗教武器化。佢哋將古蘭經入面關於戰爭嘅經文剝離出歷史語境，將原本用嚟對抗壓迫同埋抵抗侵略嘅防禦性原則，扭曲成對付其他宗教嘅進攻性口號。
極端主義者利用群眾對政治現狀嘅不滿，煽動對外族嘅仇恨，而西方媒體亦都推波助瀾，經常將個別極端組織嘅恐怖行為放大成整個伊斯蘭教嘅本質，令到大眾對穆斯林產生咗深深嘅恐懼同埋誤解。但我哋必須要分清楚，政客嘅操作同埋先知嘅教導係兩回事。喺近代民族主義崛起之前，喺巴勒斯坦呢片土地上面，穆斯林、基督徒同猶太人其實係和平共處咗好幾百年。大家一齊飲同一口井嘅水，去同一個街市買芥，甚至會互相慶祝對方嘅節日。呢啲都係活生生嘅歷史記憶，而唔係虛構嘅神話。衝突嘅根源從來都唔係古蘭經嘅經文，而係人類對權力同土地嘅貪婪。當有心人故意將現代嘅領土糾紛包裝成自古以嚟嘅宗教世仇，我哋如果盲目相信，就正中咗佢哋嘅圈套，成為咗延續仇恨嘅幫兇。所以當我哋今日再睇到新聞上面關於中東嘅各種暴力衝突，聽到有人用宗教名義去煽動仇恨嘅時候，我哋應該要有一個清晰嘅頭腦。歷史話俾我哋知，伊斯蘭教、基督教同猶太教喺本源上係同宗同源嘅兄弟宗教，大家都係尊崇亞伯拉罕嘅信仰體系。穆罕默德用佢一生嘅言行，向世人展示咗唔同信仰嘅人絕對可以喺同一個社會入面和平共處，互相尊重。當年古蘭經所提倡嘅包容同埋公義，唔應該被現代嘅戰火同偏見所掩蓋。人類文明行到今日，科技發達咗咁多，但我哋喺精神層面上，有時真係需要回歸古典，去重新學習古人嗰份廣闊嘅胸襟。我哋回顧呢段1400幾年前嘅歷史，唔係為咗要同邊個爭論宗教嘅高低，亦唔係要美化歷史上發生過嘅所有流血衝突，而係希望可以打破我哋心中嗰幅由偏見同無知築起嘅高牆。好多時，恐懼同仇恨都係源於唔了解。當我哋願意放低成見，去深讀歷史嘅原典，我哋就會發現，原來古人嘅智慧同埋胸襟，有時仲闊過我哋今日呢個自詡為進步嘅現代社會。如果7世紀嘅阿拉伯半島都可以容納到穆斯林同基督徒喺同一個清真寺入面，各自向自己嘅真主祈禱；如果中世紀嘅伊斯蘭政權可以保護猶太人免受迫害，點解去到21世紀嘅今日，我哋反而要因為信仰或者種族唔同而互相攻擊，甚至將整個城市夷為平地呢？希望今日嘅分享可以為大家提供一個全新客觀嘅歷史視角，去重新認識穆罕默德同埋伊斯蘭教。亦都希望呢個世界可以少一份偏見，多一份理解。真正嘅信仰，無論係邊一個宗教，最終嘅指向都應該係引導人類走向互相理解、憐憫同埋尊重，而唔係成為互相殺戮嘅藉口。如果你覺得今日講嘅內容有啟發到你，令你對呢段歷史有咗新嘅體會，記得幫手點個讚，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等更加多人可以睇到歷史嘅真相。大家對呢段歷史或者現今嘅宗教關係有啲咩睇法，亦都好歡迎喺下面留言話我知，我哋一齊理性討論。我哋下次再見。